欢迎收看《后上太上宫》，要发太家公。耶！好，观众朋友又到嚟老后上人腔下打最久嘅时节了，我係阿师总、土司总吼。基本上喺老太家讲嘛，介吼，根據係喺你資策會嘅調查，64.9%嘅人到廟路巷有買東西嘅經驗咯，尤其係咧下。數據嘅平板咧，下那實行過後，越來越多人都廟路巷會買東西。你下有一個名詞叫做宅經濟、宅經濟，到屋卡度出租地買到全部嘅東西，你睇下食材當方便，唔過咩有可能有問題咯。咁樣你當番係有請到50個後生人老太家講一下宅經濟到底是什麼經濟？你先來分享幾位後生人。好，首先小姐係質疑。大家好，我係無上廟買東西數就會請用嘅質疑。好，第二個我小姐係李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同好買東西、同好退貨嘅廟叫家家呢家。廟叫家家好，第三個老太家小姐係白鉗。大家好，我係當愛當廟路上賣家庭哦，不過始終買到傻眼貓咪嘅白鉗。我哋都當傻眼貓咪吼，第四個我介紹係灰劍。大家好，我係灰劍，我當下到網絡上面挖寶。挖寶應該挖到非常多寶，等下我老太家分享。最尾就係小姐係小鳳。係大家好，我係3萬串錢本本用師嘅小鳳。哦，因為大家吼應該吼。最多最少發到發少都要到廟路巷買東西嘛，你睇當方便，到底為到乜嘅為到廟路巷買東西呢？你家先來分享。因為我所以下太細細嘅店鋪買嘅東西都差唔多，尤其啊係今年流行買嘅東西，今年就買乜嘅，古時冇買 T 恤啊，除非係自家有買品牌。咱們有起來提升，不過幾個東西嘅價是較高調嘅啦。我說一下廟路買東西啊，非常便宜以外，有時是有折扣金，有做得刷卡。我說廟路買東西第一名。因為叫佢上年來買啊，嗰種有折扣啊。真嘅，韓國還要湊滿多少？你就應該剛好我只剩30塊，再買一紮就好，再買一紮就好。咱叫折30塊，我沒話折。質疑呢？其實我剛剛係出社會賺錢了後，就真係下冇時間用嘅，還有你體力沒冇以前按好。也係變老嘅症頭係冇。初老症狀係冇。因為做呢下廟路上都買到嘛，故所呢，除非講啊，係一般嘅衫褲像 T-shirt 啊，我就會出去實體店面買。嘅其他人哦，會去到廟路巷買東西，幹真係按好。我知道當方便係因為，你只要輸入關鍵字，比如講 keyword， 買個 keyword， 比如講女性側背包，其實全部走出來，它其實走得開始係比啊，比款式，或是比價錢，所以當方便。它就是係愛到廟路單位買到絕版書，絕版品，絕版書兩位當中買書。其實廟路巷家就會睇書記嘅研究，唔講大家就會輸入買個關鍵詞，然後大家就會尋到幾條東西，大家都在偵測你的消費行為，你的那個個資都被掌握了。真嘅，係啊，白鉗攞起到。挨到離家窮人啦，就是也是嘛，客家人該尊崇嘅美德啊，勤儉嘛，就是要找便宜，哪度便宜吼，挨是去哪度啦。挨感覺網購嘅東西好便宜，真是吼好便宜，因為吼唔是負擔嘅。店價嘅成本啊，所以東西通常係市場咯，一般來講吼，當便宜。廟路巷按方便，可能真嘅會尋到便宜嘅素材，唔過上次會比當久呢，係唔係？小鳳，係捱呢哈，係啊，那就請韓德買，我係基本嘅唯一一個反對票。那你今天，來，我們今天請錯人，拜拜。我不可以永遠當好買啊，那不用當好買。因為我就知道講，因為像我哋樹床腳床啊買衫褲咪吼，啲廟路巷買我就當冇風險，我就知道講我去實體店面去。安尼有看到來張才安心，你知道嗎？啊，像我不用就像你的咁樣。我剛剛還有暗示哎，他說他手上啊講安利數段我哋需要我冇講，佢咪對號入座。咁唔本用嘛？嗱本用哦，佢當好買嘅衫褲啊、包包、衛生紙。因為最重要係乜概念嘛？佢廟路巷買衫褲，佢所在講送貨地址，佢冇喺下福卡。
一下公司，哦，安尼我就唔爱滴嘅，嘿，同時呢，我唔愛滴佢要買衫褲，咩唔愛滴講佢買幾多錢，佢偷偷嘅帶轉去屋卡，將偷偷嘅時不經意作出嚟咯。你講，誒，你嘅兩hand槍，你講，你看你。冇啦，請叫以前。你出嚟講嘅都聽唔係，出個衛生紙個尿布有冇講？唔是去大賣場去甲講準啦，也嗌同音同。唔過個衛生紙袖珍包有啲冇？對啊。個細細包嘅衛生紙100包，100人係買一箱準嘅。哇！出到師傅會爛嘅。你講出門帶很方便嘛？出門帶也是2包嘛。你一箱係嘛個概念啲？大概1000多包，你知道嗎？哦，那個什麼時候用的話，要1升以內分全部買上去。你講咧睇500啦，大家講個很多，真經同好多美容行買東西。然後先問大家就係，你啲美容行最好買乜嘅東西？向大家寫下好冇？真的，兩下後生人哈，不管係後生人也係一般人，爸爸媽媽、阿公阿婆，甚至阿公阿婆都會啲美容行來買東西哦。根據艾爾森的個去年2017年嘅調查有顯示哦，天團人第一名買嘅東西就係衫褲，第二名係乜嘅？就係大家的化妝用品、隨身用品，第三名就係鞋誒。嗱，三這東西就係兩下後生人，不止係後生人，日常生活中嘅用品，咪大家都美容行來買。然後看一下現場嘅後生人都美容行先好買乜嘅。小鳳，你好嘛？你係冇好唔好買？有時候都買嘅呢嗬。有人係講啊，不看運動即買東西啦，一衫褲係當認同啦，因為有人買不愛咩嗬，就講謝謝就好，就唔好過強。係啦，一衫褲係就知道講一真實咧，因為我新年嘅衫褲，我保養嘅衫褲，我嘅衫褲。它有一般差唔多喺啲美容行買，喺我自己買我就去實體店面啦。如果我本來係喺揾買，跟其他人哦，飛錢，你買到嘛？嘅書誒，書，韓國女性用品，韓國我買設計東西，對。從書開始就能買到絕版的書嘛？哦，絕版品。係，韓國女性用品是係衫褲啊、化妝品啊，和衛生紙啊、衛生棉啊都會賣。係，韓國是係食物，從開始我賣鮭魚，一邊是賣12片，然後一直變冷凍庫啊，所以凍鳳片啊。顏色嘅東西絕對唔會到美容路行買。絕對唔會啲美容路。而且你到網絡上面，你還有得買到比如講嘅產地直銷，或是小農，係。這個東西愛像人搭嘅咁到美容路行買，嘅生鮮食品愛知道係有啲危險嘅吼，係幾自然哦。像我最接受買就係大雜嘢。都會買嘅就係衫褲，係，還有我們會出嘅美容路當行買，啲毛小孩嘅用品，寵物嘅用品，像飼料什麼，因為那你去家去買帶出來真係挺重咧。其實我唔管乜嘅東西都喺美容路當行買。你就成發動作，冇一項東西唔喺美容路行買。真嘅，係嗰時候我剛剛出嘅美容路當行貨比多家嘛，像一級數。一級數去做就做得咧，唔是你出嘅紅嘅嘅是一家一家看，係咧浪費你嘅體力係冇，就做得一級數就做得看清到。嗰種至於按用就係 7冇賣嘅東西以外，全部啲美容路行。真嘅。就喺便利商店冇賣，就全部都嘅美容路行買。全部自己卡碼卡全部。嘅看起來呢家出嘅咩應該當頭賣衫褲，人看講2萬啊。其實大家有下嘅出體尿布啦，我都有買過。應該係唔是啊，哈。但你再過20年、30年可能是嘅。用到嘅啦，我係貼片下呀。好，坦白講哈，我貼片下呀密工飯哈，其實我有比較過啦。因為從我時尚啊去旺嘅時間，看到密工飯啊，我先講一下我家常買乜幾好咧，手機殼。手機殼，還有3C 周邊商品，還有衫褲嘛，還有密工飯。尤其係密工飯嗬，旺嘅時節，大家看到細摸看到密工飯都當上愛買。唔過聽說200 K、300 K 都有嘅家私。像我啲美容路行買啊，有一擺就看到強用嘅哦，39 K。跟係咪那個樣品啊？冇，我還要買轉來哦，39 K 天天唔講我擺出來買300 K，尤其係衫褲店行色彩當貴，韓國係做亞客嘅美容路啊、美容膠啊，
非常的厉害，就迄讲人5点呀，2公分厚。同个款式下杯，还有讲你想爱看亚丢黑毛，你可能会喜欢，你可能会喜欢。通常还会说买这个的人也看了。我操，你就会撒好镜宽，然后把它放到购物车里面。真嘅，下杯就下青豆硬買硬豆。咩樣嚟之後我檢討一下，用39塊係冇，結果店方賣390，跟住有可能係咪個山寨嘅啊瑕疵品啊，有可能嘅材質係有痛有問題。唔講嘅2公分吼，接送都係大陸進口，當都係啦，所以韓貨也掉。唔講呢類嘅材質咩唔會漲咁多啊？唔會上啥痛到。你冇2公分嘅夠乜嘅哦？嚴山寨，你冇見2公分哦？冇關係啊，看起來好就好啦。係啊。你買衫褲吼，看起來好看是好嘞啊。你看半天都幹嘛？家電都不怕爆炸了，都怕爆炸。趙峰哥，我會去到女生改片吼，因為我咪都會到苗栗賣東西，賣衫褲啊，賣鞋的啊。除了這個之外呢，我咪到苗栗東賣價片，因為哈，你去一些店面呢，你不是都看不懂嗎？你還是要看規格啊、長寬高啊、功能啊，對啊，你都還是看不懂。那你懂苗栗當個哈，反正都看不懂，沒啥。還有一家優點是好便宜，好便宜。山寨就山寨，冇關係啊。真嘅，冇錢啊，嚟看貴都唔得。我還有啲苗栗紅啊買 Tenful 沒有買過，還有那個什麼，像我們家亞波要搬不下，就買那個馬桶沒買過。哦，剛剛大家都講到吼，當好啲苗栗鄉買當多嘅東西哦。唔過喺苗栗鄉買東西，上是會難到體累哦。誒，你兩下閒聊一下，等下轉來過來看一下，大家到苗栗鄉難到嘛個體累了。我愛說問大家剛化膜，你就吃到很硬嘅，係硬的，當然是硬的，就講硬的咩？基本保鮮膜哈。係，我就講好，本5粒成，然後想講好，本5粒成。沒志氣耶你。然後你聽佢講，先封鎖了，後本來1粒成講，大家愛生意也係嘅敲詐買家。哦。好，觀眾朋友，歡迎到轉來你跳上泰山公嘅節目現場吼。剛才講到吼，到苗栗鄉買東西越買越多，買到好的一定也會買到唔好嘅東西。難道體累買件難聽到先嚟先講好冇？難聽到係冇？難懂，快啲嚟就係。既唔難聽到，一眼腳係好冇？有沒有被炸掉？冇啦，其實咧，我知道應該係大家都有同感嘛。誒，sản婦應該係最容易買到雷東西。係啊，因為啲sản婦嘅 model 啊，做起來講嘅，唔過拿真嚟時間材質又冇強用。這可能係人嘅問題。冇，係啊，好啦，沒有可能啦 ，OK。唔過我要講嘅就係。有一擺啊，我買數據殼啊，手機殼，你買到非常厲害，還有鋼化膜，我根本有帶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本來佢講咧係磨砂殼，唔過佢講嘅啊係軟嘅。它這個根本不是磨砂殼，係完全冇強，韓國係幾唔錯食哦。然後剩下就係鋼化膜，我想問大家，鋼化膜你就吃到係硬嘅，係軟嘅？當然是硬的，就講硬嘅咩？基本保鮮膜哈。基本係鋼化膜係軟嘅。哦。我都係吃到。這是塑膠膜吧？係啊。買到墊板添啲。係啦，國小課本嘅墊板。真嘅啊，動作唔過，我就講我推貨，因為我就大概買唔錯東西。我都會講買價，我硬係退貨。佢就講好啊，硬係退貨，即係基準太了嘅味。我就講算咧，好咧，我基準太了，按麻煩馬上可以做咯。結果人家就本佢1粒錢，就評價我本1粒錢，1顆星，你對佢係發現嘅，係啊，係當見咯。我本佢基準去中國，佢要本1粒錢，佢幾會見死嘅。係啊，唔講藝術講藝冇一當東西嘛，藝術講藝冇退貨，藝冇相關，藝本1粒錢，你就當見咯。私訊藝講，你做乜嘅本藝1粒錢咧？藝要講你做在退貨啊，佢就見私訊藝講，你這樣不行，這樣不行啊，就冇演技。結果呢，有一年佢就又私訊我了，佢就講好啦，買㗎，按樣好咧，你唔是退貨。
愛錢呢，我副本推本面，推本面副頭出錯咧。我就講哦，按樣咩做對啊？唔過佢有一條件咯，就係你愛本愛5粒星。這5顆星比超起來較重要啦。係啊，問5粒星，我想講哦，原來評價按重要，評價當重要哦。我就講。好啊，既然成本愛錢，係真係改講5粒星。其實講做唔得，你愛錢改5粒星，係真本以錢。我就講，哦，即係當麻煩一3年，就算咧。當6年咧。係，我就講好，本5粒星。然後想講好，本5粒星。你然後聽嚟講哦，本結5粒星哦。結果呢？佢咩本你1粒星？冇，錯。佢先攞嚟封鎖，先封鎖了，後本嚟1粒星講。大家愛生意也係嘅敲詐買家。哦，我講乜嘅？先過倉。賣方咩做對本客戶1粒星。係啊，結果佢還冇退我錢呢，係，我就知道哦，因為按很快呢。運動快，自己沒有讀過按快。我愛讀到嘅中國嘅片賣嘅係前後係因為我買電機講我買4隻嘅寵物。背包，然後基本係太窄嘅，我就嚟講我去退貨，佢後來上，佢就感覺哦，真麻煩，佢就講冇要緊，太窄嘅咪送本，我將佢4隻本呢，嗰種幾錢好。不過之前我買寵物嘅東西係寵物嘅名蟲啊，佢當行美容路當行看起來清軟，很好，係。不過呢，佢寵物除嘅美容路當行嘅相片看起來咩清疏鬆，水都清疏鬆。不過寄來了後呢名蟲啊，處便，我寵物啦看都唔會看啲嘛，飛都唔可以飛機啦。我就只有睇嘛。係啊，佢美容路看起來嘅視覺雅甜嘅相片可能係嘅 PS 上去嘅嗬。可能就係，係啊 ，PS 過嘅啦。佢最近有讀過嘛個當奇怪、當體類嘅事情嘛。我們係賣衫褲，佢嗰東西係就是預購展開時間時間，不是都要等，有的係等7到20天，就這樣子。預購商品。他開始想講，該上1降哦，開始賣，然後就等，應該等2禮拜就啦，沒有讓我等到20天。我賣嘅衫明明係飛鼠袖，結果寄落去變緊身衣。幾唔錯吧？沒有，牙術大腿啊，牙術大腿要就沒有冇飛鼠袖啊，完全冇飛鼠啊，係啊，他又是係兩隻東西。你要買個東西？兩隻東西，因為我個東西還蠻有錢賣掃地機器人，總共在賣兩好便宜，3入組1699。結果幸好用辦。因為佢講佢個廣告講了做在黏嘅。佢有一個開關按下去，佢就會停痛，佢是會黏毛跟寵物的毛掉下來的毛，結果黏，佢想黏佢是黏，佢唔想黏佢是唔會驚心情。這樣是真有名誒，其實。係啊。佢有時間上來拍工啦。係啊，佢有講，因為佢會停痛，佢講咬都未話撈佢講，結果我冇看2條咬嘅時間，佢停痛，飛機都唔係飛機，佢是按頭下看機，所以地雷商品。係啊，當地雷。係啊。小鳳有讀過地雷商品。我頭先講我當小買嘛，我一買就買到地雷。當小買一偷就偷唔錯，因為我嗰時我當家本嘅棚，然後我就看到嘅止癢棒，我就同朋友講，你當我買啲啊，因為單身就給買嘛，我就請他幫我下單，給我買到給他長這樣子。它就是有個金屬墊片，很得意講哦，它都用電擊棒。係啊，跟你咩動鏡我不會有反應，我來舔一下係唔係啊，佢係種天池誒，你天地冇按強天唔是，跟種天池它會發熱，假如你被蚊子叮就打在那。跟你講係天一樣誒，它會發熱，佢講係物理性治療，佢用一個痛感去蓋過你的癢的感覺，係咪？甜衣。啊，你熱的沒好，就會可能有用嗎？有用嗎？它可能是分散注意力，你唔會偷就唔會有。誒，細時節嘅抱啊，嘅調到咩
拼个十字架，看那句好哎，我觉得那个比较有用，真紧应该比啊！用笔啊来挖钱呢，挖田哎，啊，都还有，因为我喺家里的那个布置的那个大臣，我就想讲偏瘦度，我有一个篮子，我用 V 绳子，啊，你们在网络上追他的骗局还照片，你知吗？个照片可以来就是要懂真怂，对吧？对不对啊？来像讲一个篮子哈，都得刮到浴室里，不用 V 绳子，给我寄来给他，我傻眼，对吗？所以会弄的。刚才喜欢讲肉婆信号买个随身包，不用随身包给了。你还不用面子用哎嘛，都还有啊，刚刚讲的很多照片的骗局，就讲你在照片里就讲，哎，你买这个保养品，他给你应该的保养唔拉，你还要搭配他的洗面乳，你松本饮，你松本饮料，还有你知道照片很正常，就给寄了就按了，就按这条听听，你够跟相片可以了，就吃到嘿。动态光的，某来吃到学长的经验某啦，哎，那是用品嘛。可以来清强，其实浓浓那这个你们有被骗吗？人家按奖的嘛，那边拍得很漂亮。真嘅想跳呢，因为他们寄送嘅东西咪會下講，誒幾毛數，迄幾款唔識，只係相片看起來動態，國外看幾毛。真係我用錢一講誒，你們買都有經驗。都還有網絡上嘅騙局，咩講騙局啦，也係遊戲規則啦。佢話講，佢話送嘛該佢用文字寫嘅，我送嘛該護膚保養嘛該，叫寄落全部去按誒。嘿，有冇呢？一包一包。看上色，經常喺飯店拿來。因為最，你就會拿來悶嘅冇悶，係冇？咩？我對數據很不嘛該啦。我對數據很不嘛。沒，可是他也沒有違反遊戲規則，給下供送本嘅東西全部以我。他想說，誒，買一盒送十幾樣的哦，10幾包啊你。韓國你把錢都用方踩到個極大地雷，極地雷，水傻眼貓咪改來咧。來，慧清姐拄到哈，講到，你愛想愛買掃地機器人，我讓你講哈，掃地機器人冇好用。我來示範一下好不好？來。因為哈，我上張嘢哈，我工作很累，我看到哈，網絡上就有一個廣告 ，FB 嘅廣告講到哈，你工作會累嗎？你懶得掃地嗎？哦，我看到哈，這個講來，我是賣的，上張應該賣的，是哦，990 K， 哇，我一杯計掃地機器人全有這番 QG 上哦，這番 QG，好多萬塊錢，來講吼，一定會買，唔買吼對你是價，都帶幾多錢哦？送來銀波下之後哦，咪馬上殺開來看哦。來，我們來看一下。因為用了，完全是景行景轉哈，完全。哎，唔會過去的。完全是唔係垃圾計垃圾啦，你看哦，完全是我推垃圾哦。來，啱轉去。你看，完全看到垃圾唔管哦，唔管哦。因為垃圾送獎呢。係啊。好了，完全把它撿回來。哦，我本機是怎麼樣子？完全是唔係垃圾計垃圾。跟住就吼，其實博謙呢，你當南道嘅體類吼是較粗心，因為乜解？因為你吼嘅掃地機器人有分做得啱垃圾都會撈兩垃圾啱轉啦，還有一種係啱嘅毛嘅吸毛的低溫度掃地機器人，我看到哦，你中間的刮鬍掃地上的毛沒看到。但係唔看佢真係要掃嘅灰塵，估數係8強嘅唔。哎，時間咪做得掃灰塵，真的都在掃灰塵，聽啦，只要超過0.1。冇經驗嘛吼，應該係掃嘅純肥，韓國嘅毛誒，貓嘅毛啊，人嘅頭拿毛嘅條毛嘅掃地機器人。花990元掃灰塵。係啊，花錢消災。冇睇下他就講到吼，有都廟裏吼其實唔拄到青島嘅地雷，一下染到奇怪嘅掃地機器人，一下又染到嘛個奇怪嘅毛球，又奇怪嘅塑膠墊板，係咪？
其實大家都遇到青島地雷嘅事情，不過都但你遇到了條地雷很奇怪、唔符合自家心肝想嘅事情嘅時間，都但用辦來處理。你閒聊一下，等下轉來都老大家來講了。好，我特別看下朋友買到嘅地雷商品，嘿，就講結果去推啊，結果去搬啊，結果他們是有時間限制的，嘿，有的3年，有的1禮拜嘛。情侶。我也有上班族啦，時常去上班下班轉來身壓就衰冇嘅，時間一過最後就推唔得，就應用解釋。連去甲講啊，其實還不錯啦。歡迎多轉來你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。假如講到買到按到地雷商品，啷到按到地雷，遇到呢件事情嘅時間，用解釋用辦來處理喏，啲家。迄講本來買到像我冇喵嘅嘅東西哦，我冇喵係嘛？打野貓咪嘅東西，聽超歪來推貨，因為我收也係消費者嘅權益。故說呢，要按樣便宜，聽超歪來推貨啊！韓國推貨唔係講唔似解奧客，係因為本買家己講，哦，原來我要到嘅東西係要查錯嘅，我要注意到嘅。嘅，是裡面有同樣問題。像我最家常就會買衫褲嘛，我買衫褲有啲時你會遇到就係尺寸嘅問題，係你版型嘅問題。我那係尺寸還有版型問題，我感覺我就會捱設計嘅問題。嗰種我就會上嚟就送本是他哋嘅朋友啊，還是我嘅阿姐。我那係色要正查，因為有時可能佢當行看係粉紅色嘅，拿來係。可能紅色，就檢查清楚啊，係，係呢其他嘅顏色嘅時間，我就會老調價講，你嘅顏色可能檢查要點會多哦，係唔係唔送唔錯咧？佢就講，那係就算看佢願唔願意處理啦，佢那係願意處理啊，就做啲換係應用版嘅，如果佢那係唔願意，我就會算嚟，唔過以後就會無名單，我就會留佢買。看起來哈，嘅至於是一種如果不能處理，嘅就算咧，所以我設計衰。唔過嘅小鳳係咩係強用算來設計衰嘅人。哦，喺講到藝咩嗬，我特別看下朋友買到嘅地雷商品，係，就講結果去推啊，結果去搬啊，結果他們是有時間限制的，有的3年，有的1禮拜嘛。情侶。我也有上班族啦，時常去上班下班轉來身壓就衰冇嘅，時間一過最後就推唔得。應用解釋，連去甲講啊，其實還不錯啦，其實還不錯，其實還用得到啦，喺按你用嘅方面都對啦，就因為就連去甲，你知道？哎呀，講用路後買嘅SPA課程，要買個瘦身課程，那個也很危險，有的佢不過佢用嘅安排你唔低啊，然後那個課程都8000幾萬的按你，係好幾堂課啊，最後起碼那些照光嘛個受傷紅腫啊。高面啦，嘿，我推翻佢啊，就是理由東東，這種推，他們很多說法，只要是人開的條件，都有人的說法。你可能過敏體質，你要搭配飲食，你可能那天的散膚做個材質嘛，該都麻煩。最後推翻，我不用處理唔得，最後我是講，我去講，叫我到佢講話過程中，我就到佢留下來。我講唔好，人家講嘅不能處理的理由沒好，我相信你。你去講你有你的立場，那到時候拿本消保會，人家講啊全部有錄起來，你堂度啊有錄進去就驚，最後將很好好處理，唔係有時間，懂好嘅方法，咩係懂好嘅方法？假如講到像黃太太沒辦法處理的時候，黃先生就會幫他做嘅案件哈，讓你出師傅啦。唔係講到安尼係自家嘅本用哈，係用辦來託一個好嘅買家呀，係買嘅東西有個好嘅方法咯，呢個。好嘅買家，我知道評價非常重要，因為啊，迄個唔款評價啊，韓國大家咪做啲款蛋糕有嘅圖片，迄個東西有嘅圖片，做啲看到當到買家。都會翕上翕下來，你就會做嚟看到哦，原來呢啲東西嘅材質太可以用嘅。給自己啦。係，像我感覺其實唔同嘅平台有唔同嘅方式，比如說像蝦皮啊，就會講你做嚟看佢嘅評價，還係幾條評分，係幾多分，係還做嚟看嘅物品下邊有你留言嘛，係那係留言係講誒清好嘅，就可能做一啲，唔過那係。
Facebook 和迄粉絲專頁，因為青島嘅面路嘅買家都有粉專嘛，故說粉專底位度呢，你都得看講，買衫褲嘅話，可能就會個伊都有那個直播，因為有啲時你看相片唔準，我看直播一定準。你喺就係好嘅方式，佢附近沒有其他嘅方式嗎？看評價係一定愛嘅，還有我看評價，通常我會往回看半年嘅時間，佢係有負評嘅話，我係係想老佢買，我是會針對佢嘅負評，老佢再提醒一次，係，係老佢再個講價度安樣，還有是係看佢出貨的速度，和回答問題嘅速度，還有就係我一定會看係個運費嘅問題。乜嘅問題？運費為主乜嘅？運費，比如講，你老佢買東西，佢一定出運費嘛，佢冇問題嘛。佢嘢講，比如講買家，係我買東西，我自家想去退貨，佢運費我自家出，冇爭議嘛。還有一種是係，比如講商品有問題，然後愛退，還有嘅運費是係講，有到賣家，他會提供是係買家自己提出退貨嘅時間，佢會幫你100。就是免運費嘅服務，係，所以兩面係愛考慮嘅條件。幾百強咯，我老附近強人啊，因為吼，我感覺吼，cái評價吼，賣家嘅評價吼當重要，所以我買東西嘅時間我會一定愛看賣家嘅評價，然後再過來吼看網友嘅留言，因為吼相信吼網友嘅留言啊好啊壞啊，看得出來吼你係唔係吼一個好賣家，所以吼我常會去決定愛下單冇安樣嘅。剛剛都講到吼，好嘅賣家帶你上天堂吼，唔過除咗好嘅賣家帶你上天堂以外，還有乜嘅商品係嚇唔會出檢查有冇？給你講。像我去個應該會吃到米公飯啊，還有誒加送買嘛，韓國就係手機、相機嘅周邊商品，因為當到3C 周邊係3C 周邊，因為像自拍桿啊，那個東西其實差。自拍桿很難想到有什麼雷。係啊，真係冇買雷嘅。當雷啊！雷都唔想去講誒。唔講係說像3C 產品嘅，除咗 Apple 嘅專賣店嘅手機殼，其他嘅數據好嘅其實都係對岸進口過來，都差唔多啦。都差唔多，強樣差唔多，其他嘢。像我哋下古天買嘅就係大贊嘅，愛買嘅就係買嘅衫褲啦，因為你根本是業配好嘛？因為我哋下就係古天會買衫褲，係唔會有檢查咧。你全部去嘅童裝部係嘛？那個。唔過唔家唔係講買到很多雷嘛？唔係，因為我哋係買古天嘅買家，不過有啲時可能就會數量用嘅，還會看到配嘅買家就是有點不小心的買到別家了，這樣會買唔錯。不過古送我哋係古天嘅就唔會錯，設計木水嘅問題，幾費錢啊？我比如講，我買書，書是缺點東少，因為我是到好讀書原因，其實佢都會保存書。從我買兩本二手書，我是自家就覺得很得意，因為兩本書可能年紀比佢都好。哦，叫誒。係，還有我當初會買兩本書，係因為其實佢係套書，所以我唔想話買硬多嘅時間，我是希望當不親是做得親到兩本，係，佢兩本佢啲當貼片係因為他做滿筆記。哇！其實做動到筆記，呢個是動好看。係，其實因為兩本書係放洋蔥。係咯，都加係，其實全部唔係，你全部買來嘅時間，其實做滿滿的筆記，動清楚。很用心誒。係，所以你張英景是動，就很珍惜書。除咗書以外咧，除咗書以外，我還會賣定製品。定製品只係設計師嘅，應該算是客製化，係是會比實體店面好便宜。像我會賣，我當好皮革嘅東西。哦，那凍架，係咩嘅東西？凍架，佢倆都係定做的，係，佢都刻名字，係刻名字，佢倆筆記本咪係，已經拼做嘅係嗎？所以佢話比實體店面要做一出武功秘籍用嘅，係葵花寶典。講到按度哈，韓國你嘅黃太太係咪有一些心得？哦，
爱咩有动到心得啦。嘿呀，补养的心得哈。我这一集爱听我很啊不用看啊，才会知道说有什么挑买家的丰盛。像啊不用啊，问伊讲，哎，买按到地嘞，你买来感想啊？不用讲，无啊，全部动好啊。动好是动好，唔讲哎呀，看见买爱吃到，讲冷冻食品我要注意。因为重煮肉係合法嘅，佢咩不合法嘅。唔過可能講有的人唔好，但是冇注意到就下單了。這樣子就是買到牛排啦，又買到最後就只能丟掉啊，要不然就給人。那種大送呢？嗰還有乜嘢題嘛？乜嘢？網絡上我覺得女生買面膜沒懂電影。係啊，誒，咩吃到懂電影嘅，會唔會買到嘅？我會買強下牌嘅，強雜牌啊，強雜牌。咩係講喺電影入面講東西唔好用哦。你看前面有講啊，差30塊，他可能你為了買30塊，問題是他一盒都799啊。20片、30片啊，用這一天會用到啊。係，聚會影片按嚟上，所以我們家的面膜沒好，還衝個濕紙巾 Q 按，你可以面膜全部大款了，你可以擦窗戶啊，當手。外面係買貴香係啊，你自己都用得到啊。貴香係跟全身都可以貼滿的。想問一下，你係有幾種面啊？因為可能你大禮拜就會。敷臉敷300啊，還是200啊，故說用清。嗰有一棟到很可怕的，有那個消耗品，小熊的啦，京劇臉譜的啦，黃色小鴨啦，對啊，還有黑色的面膜，懂頭啦，就是什麼都想要，那面膜超多的。如果你知道用白來套一個好嘅買架，誒，咩都在套不用好嘅。沒有好嘅買架。你看，我覺得他們講的都很好啊，就是固定啊，固定賣家有品質保證。我上學長剛剛你做對了，就會給不用。所以我會推薦我老婆一天外坤這一集很重要。睇下佢講到其實都當重要，第一個信譽最重要嘛。觀眾朋友其實你到個網絡上買東西，第一個重點就係信譽。唔過你除咗你信譽以外啊，你都買東西嘅時間怎麼去挑，怎麼樣不會購買到，還有怎麼樣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，你等下再嚟過來講一下了。上開始到外購物中心買過一台12公斤嘅洗衫機，結果佢來快鐵。打電話成本打本客服，所以浪費當多時間。係講廠商冇辦法來手機是委託貨運，只要這問題哦，我係自家包裝。因為撈洗衫機自家包好，係包好貨運機長收。好，觀眾朋友，歡迎到轉來你嘅後生太上講嘅節目現場嗬。家老太家講到係都網絡上一天會買嘅用品買東西嘛，你下我老太家講嘅係用品做唔得買，乜嘅東西做唔得買，你講？我聽錯唔會買這個東西，用品尤其係生鮮食品呀，我聽錯唔會買，因為我錯動物一樣嘛，韓國可能以為一定會被害妄想症嘛，就係。會吃到便宜拿，會拿一定會偷啊，用一批，然後就送到我。係啊，我就知道買這個東西非常危險。我知道唔就係個真正係被害妄想症。可能新聞看聽到，千面人嘛，真空飲料。係啊，可能看聽到咧。係咪？至於嗌唔起，根本嗌唔起啊。係啊，唔咩人嘅。其實我絕對唔會買嘅係因為我自家嘅問題啊，我絕對唔會買高踭鞋。高踭鞋，因為像咱你買鞋嘅，一定地位都做咧不用鞋墊嘛，唔像高踭鞋，你去看到嘅，古時候呢，像我嘅腳啊。跳細隻，又跳臭，又跳扁，古時候誒。唔嘅困擾到那一片，因為童裝部冇賣高踭鞋。唔係啦，網絡當吼一定冇我嘅尺寸啊，係冇，古時候我嘅腳啊輕貴，對冇，一定要去專櫃，我有牌嘅，對冇。而家炫耀啦，炫耀。而家炫耀，其實第幾千有錢係冇？冇，高踭鞋裝買有牌啦，其他隨隨便便啦。幾費錢哦，唔買嘅東西絕對唔會到網絡上買。而且都買嘅就是家電產品。我看到博謙傻眼，產品絕對冇買。相反，係啊，因為佢快聽嘅維修嘅時間拖太久咧，都麻煩。從開始到外購物中心買過一台12公斤嘅洗衫機，結果佢來
fight。然后我就要应该是打电话先打问客服，和客服长通知厂商来修，所以浪费当多时间。係講廠商冇辦法來修，其實委託貨運，只要咁問題哦，我係自家包裝嘅。我係包裝安排推嘅洗衫機，因為撈洗衫機自家包好，係包好貨運機長修，冇見冇在啊。我最近那動麻煩，你長嘅擺好，你就長得不一條。係啊，所以絕對冇買保險，絕對冇買家電。我真個哦，我當初吼，真個堂姐姐介發啦。咁我眼眼本吼，想我講吼，賣蛇嘅價錢吼，咁講你一下吼，睇下嘅蛇啊。全傻眼貓咪都不買，推薦觀眾朋友都不要到明路當買價田吼。我從李家強龍，我絕對唔會當明路當買食嘅東西，像生鮮啊，像肉啊、蛋啊、水果啊，嗰種東西吼，你唔需要買大量嘅東西啊，你買凍凍吼，咪食唔體，快體咪當浪費。所以假使吼，你想我買好便宜嘅食嘅東西啊，你做得去大一點嘅市場啊，佢吼就賣到便宜到調料嘅價錢，你絕對買到好便宜嘅食嘅東西。睇買從咩當方便咩？係啊，包 cell phone 咯。將來就當詹神加講嘅生鮮食品嘛，因為有常時嘅冷凍嘅東西咩吼，佢唔係講太價賺嘅，有啲不孝嘅業者，佢買到嘅冷凍嘅可能係半年、1年、2年前嘅東西，反正係冷凍嘛，都在本期叫佢唔抵啊，有可能會買到暗嘅東西啊。個台灣有冇減色咧？買那就有好買啊，係嘛？係，這方講係錯㗎。色嘅東西唔是啲廟。你台灣本人講係美食之國，美食之國誒，就不管係雜誌啊，又係乜嘅太賣場，甚至係你路後。就係便利商店，搬家上嘅食東西，行嘅3步路就到，樓下就係便利商店，係唔係？除大家以外，吼，大家有知道有乜嘅東西用辦做一個好嘅消費者，有冇？用辦嚟做一個好嘅消費者。其實我知道，要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吼，相信評價非常重要。係，因為像喺外商城啊，有啲都在退貨啊，買咩卡有信用安樣。韓國啊，大家應該都同樣嘅刷卡會幫你盜刷。係，像我嘅方法就係一種卡吼，喺外度啊嘅錢。就不用差唔多幾千塊就好咧。係講喺盜刷嘅錢吼，你冇買錢做喺盜刷。不會心痛。係啊，嗰種顏色都也係方法當好啦。我沒老給理解，因為有專門一種卡係專門拿來網購的，因為東江不用盜刷，我都大張嘅銀行就都底不會不用2千3千，不用盜刷嘅時間，心肝唔會暗痛，雖然會痛，可是不會覺得哦，一下不用擼太日翻2萬。係啊，真嘅。真的，給日語有買好方法。其實人講到做好嘅買家，就係留理財觀念有親體關係啦。像我就會本來就會分批講，哦，大張嘅、兩張嘅，我就得開幾多錢去買衫褲、去吃飯、用品去。唔過呢，雖然呢啲係很嚴格啦，係很嚴格啊，呢啲係要買固定嘅添價嘛。嗰個就是啱啱一陣固定看嘅有新嘅東西，就講錯過你啲嘛，錯過就會心痛。走過路過，絕對不能錯過。有清淡營養。嗰時候我就時常有魄力，就會講可能我大張嘅規定吼，我大張嘅愛開幾多錢就得花我嘅置裝費。我就時常講哦，冇緊，大張嘅在度假地位。下張嘅真不準來，結果下張嘅見下張嘅見下張嘅安尼。冇唔錯，嗰種我唔係好嘅買家。可能。冇好捱吼。佢每件人用辦做一個聰明嘅消費者咯。我咪係然後至於頭先講嘅理財嘅，唔講我真係要做到啦，我有原則。你是有原則的。係，我看到重視嘅東西，我會先加追蹤清單，不可以放購物車哦，總得不用購物車，還有絕對總得第一時間是按立即購買。這個那個心理壓力很大。先放購物車，再做必購物車沒總得。追蹤清單。
喊你过一段时间，你会想起来，喊有咋个狗转一款追踪清单，你就会发现你只开始删该都产品，开始删。还有一张聪明的方式是 Y 购物中心，有蛮讲，给有一张商品试用登记。哦，你係佢最近展開始就改。因為佢家啲東西啊，是你去排隊，你再輸入你嘅你的治療嘛，佢其實會都該啲位都像抽籤咁樣，就說來講你佢其實幫你試用，還有佢嘅試用嘅商品全部都是正品，唔係正品哦，係正品。比如講，佢要試用洗髮精，洗髮精是太廣嘅，哇，唔係細廣嘅，係，還有佢要挑選是你仲聽有一下分享心得。唔講我是當然未當好咧，做啲正經來吃，可以，係，正經來吃用，我係啱口係冇去出醬，口啦，係啊，白減咯。其實我唔算哈，你個當聰明嘅消費者啦。從你剛剛買的東西，你大家都地了解真正的事實，真正的掃地機器人。唔過。然後我就一款哦，放發這天我推薦大家。假使你就是只當放棄嘅東西，你想來買吼，你唔是自己買，你喊朋友去買是，你很壞，你先叫朋友去買。假使哦，你朋友用了之後吼，感覺哦當好用哦，你感覺吼，了解嘅東西做得買，做得買，吼。假使哦，你朋友哦感覺哦了解東西唔好用哦，你這個時候你好得。自己慶幸沒有買，當快啲，當好嘅方法，很符合主題。剛才我們講如何當聰明的消費者，慫恿別人跳火坑。對，所以馮總要買方法。知道要當聰明的消費者，就應該講保持理智。弄主要把它緊到然後遊戲規則看看清楚的。從來就是有一本啊不用講，那個餐券。那個美食券，比如把來講好，你買一本可能上萬一塊，如果給一種球下，你要消費500塊以上，一人限用一張。咁大概意思，去到你會發現哦，加下午茶最便宜呢，可能399。跟你講500塊以上，你吃399就用唔得。你一定要加消費較高嘅家私，當做你用幾種。其實買嘢入面冇安安啊，係嘛？等於講，你拿一張500塊，給咩現金券哦？比如上次講，你要消費多少張都得用。如果消費保持理智，講還要講給人咁嘛個，加購金額。如果你再買多少錢，給我送幾多的消費金。就係講愛多多去比較，跟消費金咩係啊？咩係講唔可能喊100塊消費幾多錢，當都得用。那個禮券的道理係通用嘅。其實大家基本上都講到青島嘅，都用行買東西要注意提防，還講買嘅東西切對做唔得買吼。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都買東西嘅時候，聽說目睭會綁到緊到，還講最重要就係貨比三家不吃虧。希望大家都買東西嘅時候，不要買到荷包都沒有咯，基本上感謝後生人老大家分享，用行買東西會遇到乜嘅事情啊！你下禮拜強一個時間，一定愛來收看後生太上股，要發太假歌，你將來聊聊，拜拜。